佘詩曼日前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再度奪得3料視後，成為全場焦點。當晚佘詩曼黑白拼色掛頸長裙，大膽嘅鏤空設計顯得性感又迷人。有網民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段近距離拍攝嘅影片，結果意外引起咗爭議，因為影片中佘詩曼胸前出現咗明顯嘅凸起，搞到大家討論佢係咪真空上陣。當晚佘詩曼現身紅地毯，掛頸長裙、側面同背部嘅鏤空設計凸顯佢優雅身段同性感魅力，網民都讚佢好靚。然而，有網民喺小紅書上傳嘅超近距離拍攝影片引起咗熱議。影片中，佘詩曼簽名時胸前位置出現2點明顯嘅凸起，有人指責佢突兀，甚至質疑佢係咪走光。更有人用佢喺劇中釘姐角色開玩笑，話釘姐你飛釘啦。網民反應兩極，有人猜測因為當晚天氣寒冷，所以出現呢種情況，但更多人經過仔細睇後認為純粹係誤會，話嗰啲凸起其實係禮服嘅拼接縫合處、節奏或者設計造成嘅視覺效果，並非真空或者凸點。一篇文章分析指出，從唔同角度睇，凸起實際上係布料剪裁嘅正常細節，根本冇走光情況。